一般人的委托已经被好多人同化为嘅客人喊做好多客，一群乡亲过到已经唔会讲客嘅，以为喊第七家系客人咯。而咱中华园林也得提起都有许多嘅好多客。照南华大学教授嘅调查，建议好多客青多嘅蔬菜都提太廉值，客人有一般国家想减同想讲嘅系青多嘅。太廉嘅客人除了对种族广东来台湾呢，还有对台湾北部晒过去嘅。种族都有许多北部客人认证太廉同从设立，还有其他嘅产业晒过去嘅。向下来了解太廉嘅客家故事。跟客家连结是在我当里长这几年来，我们大林镇公所有在找出客家的那个故事啊，才知道来到明火，才知道我也是客家人。我到最近这几年才知道我是有客家血统的。那从小我们完全不会觉得我们是跟客家有任何关联的。伫大陆遐了过来，甲大变做咱河洛人尔啦。我在南头甲尾头都拢是无。较早我听阮爸爸阮伊咧讲咱较早那客家人。简单嘅机会讲出介意台林客家两下嘅情形。照南华大学教授调查，台林客家出去主要就种植广东老中苗两条行业，哈那好罗下出徛喺台林一班客家人口。台林哈那係貴州工業，好羅下最多嘅鄉鎮。变成这生活习惯跟应对的方式，他们说先能够求生存啊，然后是适应当地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氛围，所以就造成他们会比较这样子的隐性一点的性格。台林也是比较低，台铁杜做行业，为到会保存客家文史，全公所特别委托南华大學教授來做調查。我们发现我们有很不一样的这个客家聚落跟文化，只是欠缺就是因为时间拉长了，也因为语言的关系，所以呢，让这个下一代呢开始会忘记上一代比较详细的部分。希望呢可以借由这个客家聚落生活环境的一个文史调查，可以让我们在地甚至是呢小朋友开始呢更了解自己的原乡。调流法度走到东姑府，未當入流先會，也係免法啲似乎勞保，湯客嘅變化已經轉往犀利，還係看得出法度東住少，似乎亦唔單參與富士公鋪，還做三山鬼風。他们把这个三山国王的跟他们的这个家族的这个生猪白共事啊，那在大林里面有很多都属于共事的。围龙屋啊，那一种大部分都是以前都是可能是闽南的，才知道是这个是客家的那个建筑。发现到在拜三山国王，你拜的是三山国王，也是客家。專為要做調查，當到居民地帶自家本來也係行業大，天天我也驗轉嚟，生活行當到習慣，小也係信仰建築掠到，都讓客家有關係。考36上路，累70以上股，也不敢秒春景一些景息快时，第第三代人下，主自家行三协力。我们每年有春秋两季，春季是农历的元月19号，那秋季是农历的8月15号，那我们都按照古礼呢来进行这个祭祖，我们是明末清初，根据我们所有姓钱的我们这里也是算起源地了。對南前來嘅建築業，地台林係鐵柱太上，三股業出徛體之股，國家橋上係種住客家廣府業，台林嘅後落下出徛體之班客家。我的小兒子出生的時候，他是81年次的。那在新生兒篩選的時候，醫生發現到他有蠶豆症。那81年的時候問我父親，他也不知道我們是有客家血統的。幾年前我父親參加了我們江氏主持的那個祭典的時候，發現到怎麼會有長輩，就是祭祀的禮生，他是用客語在念祭文的。
虽然总是中青会组织对偏见加重研究帮助，不过公众之讲，一般是有时台人就会出现两种法图，所以后生人也出近来嘅唔了解家族嘅历史。那等到可能我们的长辈他身体的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才会由下一代的子女来接班来处理。漳州广东客都係清朝初期嘅歷史上來嘅，但係佢係日本時代專門規例台灣通常攞七十股產業對北埔才下來嘅行業。早期真的就是日治時期的時候，可以說是以廠為家的一個示範區糖廠。對，那它裡面的設施非常完善，從那個幼稚園，然後又從托兒所到國小、國中都有，加上大嶺的一個交通便利性，那所以就很多人就會來這邊工作。下後通常冇做通，人工個部長也離開，強留下不用啲嘅涵蓋重方老鐵記錄。不過三個里所資料嘅行業，加了時因為做刺殺嘅條路對苗栗下來，下後也地量落咗。一條路都係條擺糖廠，佢順向來採沙嘅，啲糖廠搞沙，當鐵路下來再沙嘅，採沙嘅延續我都講沙治療。1公里發啊，規片嘅人呢睇下上嘅看得到嘅山嘅啦，就會埋行咩山。如果你規路嘅上隆中嘅石頭，唔看得到嘅都係石頭。啊，都河巴都連攞杯冇沙嘅都冚沙嘅都全部來啊！啦，啲起沙嘅。大概一天都可以挣個30-40塊這樣子的所以在當時來講的話，這個比勞工賺的錢還要多所以他們就會有一些人也就跟着過來所以慢慢形成這個社區。也朝着呢老虎形成嘅種態度，村民啲樹讓下聊聊，共天共地大發個，實質了行業還會講下，共煙共節未會轉到北埔嘅兩公坡。雖然曾是個富人家，不過啲台林嘅客家族群度算係當地撇嘅一群，還能引導到嘅台林學落下，將天天佢是嘅懷疑客家熱土，為潛在自家唔見動搖嘅見。